Oh yeah, it's the good old Sony 12-bander shortwave radio. Look at that. Sony 12-bander shortwave radio. And who do we pick up? We pick up the Chinese blasting their signal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h yeah. Look at that. The Chinese are blasting their signal into America. Yeah, some dumb fuck, huh? Some dumb fuck. Some dumb fuck.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指，傳媒嘅工作不應該被科技巨企利用嚟謀取暴利。Fucking oh yeah. 等網絡平台與新聞機構達成協議，對於總統特朗普曾威脅向美國科技巨頭徵收數碼服務稅嘅國家，會被華府加徵關稅。阿爾巴尼斯強調，澳洲係主權國家，會基於國家利益做出抉擇。根據規定，如果相關嘅平台或科技企業年收入超過2.5億澳元，並擁有特定數量嘅用戶，便會受到規管，但唔包括使用 OpenAI 等亦有使用新聞內容嘅人工智能工具。澳洲多個新聞機構表示歡迎，指傳媒行業面臨威脅。如果科技企業透過新聞內容獲利，但又拒絕付費，新聞業將難以持續。認為新規定可確保公眾獲得專業同可靠嘅新聞內容。南韓前總統尹錫悅嘅夫人金建希涉嫌操縱股價、收受賄賂等嘅案件，喺韓國首爾高等法院二審被判有期徒刑4年。首爾嘅高等法院認定金建希違反資本市場法、政治資金法以及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而斡旋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處罰5000萬韓元。同時亦都沒收一條高價頸鏈，追繳2000多萬韓元。金建希嘅律師團隊就表示將會提出上訴。金建希被指喺2010年10月至到2012年12月期間，參與操縱德意志汽車公司嘅股價，非法獲利8.1億韓元。喺舊年嘅8月29號被正式起訴。佢亦都被控喺2022年2次收受統一教高層提供嘅8000萬。